故事劇場會說故事嘅影子。小晴放學之後成日都一個人喺屋企，爸爸媽媽都要加班。佢做完功課食完飯，屋企就淨得只有電視聲。雖然有卡通片嘅陪伴，但佢心裏邊仍然覺得有啲空虛。有日黃昏，斜陽照入客廳，佢嘅身上面有個長長嘅影子，佢忍唔住用腳去踩佢，就喺度話：你除咗成日跟住我，你仲識啲咩啫？話好未完，影子突然之間從地上面企起身，變成一個扁扁嘅黑色小人，同佢揮手就話：你好啊，小晴，我叫做阿影。佢嚇一跳，以為自己眼花。阿影就話：其實我一直都喺度，只係你以前冇同我講嘢啫嘛。佢係輕揮手，牆上面一幅黑白嘅影子電影，嗰個係幼稚園嘅表演。小晴第一次上台唱歌，雖然聲音發抖，但仍堅持唱完。畫裏邊嘅小晴眼睛發光，你記唔記得啊？阿影就問。小晴點頭，嗰次好驚啊，但老師話我好勇敢。下一幅就係佢唔同嘅年級所出現嘅情景。從嗰日開始，佢多咗個朋友，就叫阿影。做功課悶就問阿影：你覺得我啱啱寫呢一段好唔好啊？但係有一日翻到屋企，佢突然之間停電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再睇唔到阿影。小晴心裏邊有啲慌。阿影，你喺邊啊？黑暗裏邊傳嚟一把溫柔嘅聲音：就算冇光，我都喺你嘅心裏邊。其實你每次同自己講嘢，就係同我講緊。小晴緊抱自己，慢慢深呼吸。佢諗起阿影俾佢睇嗰啲畫面，有勇敢，有後悔，亦都有唔同嘅環節出現。因為佢有一個秘密嘅影子，永遠陪住佢。停電結束，燈再次亮起嚟。佢睇住地上嘅影笑，從此佢唔再將自己當作一個黑影，而係當成一個識得講故事嘅老朋友，提醒佢過去嘅每一幕都可以幫助佢成為更好嘅自己。